依那个说在那个乘客的那个立场上的话，它是多了一个可以在那个非常安全的一个情况之下然后那个可以去那个来招呼车辆。那当然了，那个说以我们那个司机来讲的话，那更是不错的一个方法，因为我们在那个很远距离的地方就知道说，下一个车站就是有乘客要招呼要搭车。甚至是有那个轮椅的那个乘客，因为有时候轮椅比如说我们大客车要停的时候，我们必须找一个很好的地方。为了要让公车看到，我们就会跑到外面的那个车道去举手。可是这样其实对行人还有机车族都蛮危险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多了这个铃的话，应该是会比较安全。咱较早咧等公车咱都惊讲无张持公车去走过。公车司机咧驶车，路况真复杂，嘛咱会烦恼讲无看到有人客咧下手。所以即马咱市政府来推动规划即个智慧单车的系统，会当来解决以上的问题。拢总有3种的使用的方式。第一种，咱若是有咧使用大台南公车的 APP， 伫咱 APP 内底，上新的版本内底，就有即个智慧单车的功能。咱选择咱要坐路线，会选择即个我要上车的即个功能，甲试落，就会当直接来通知司机。第二种呢，若是无 APP 外地来的朋友，嘛会当直接扫描咱站牌顶的 QR code，嘛是有即个我要上车的功能，试落就会当来通知到司机。第三种，伫咱现出是有19位的即个候车亭，拢有设置着即个单车的电铃。即个电铃咱甲试落的时阵，阮会通知到司机身边的车机啊。现出是即个智慧单车的功能伫咱3条路线来实施。第一条是咱市区的70号，搁咱第2条甲第3条是咱麻豆嘉里到嘉义高铁站的柑仔石9号甲柑仔石91号3条路线，所有的站牌拢会当来使用。乡亲若咧使用的时阵，会记得通知司机了后，车来的时阵嘛是会记得甲司机下手。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我们台南市的公车系统现在是率全国之先来启动智慧等车、智慧叫车的这个服务。过去大家的习惯就是在公车上的时候要下车要按铃，现在我们要上车的时候也要按铃。那按什么铃呢？除了就是说在公车站牌上可以用按铃来这个通知驾驶，而且让驾驶远远就看得到这个停靠站是有人要搭乘的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开发手机 App 来搭公车来这个预约，同时也知道说这个公车要到站的时间，就不会发生这个等半天没等到，那稍微没注意到公车就跑掉了，过站不停的现象。因此呢，我想大幅优化以及提升了我们台南市公车的服务品质。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小黄公车，现在已经扩充到31个路线，服务天边、海角，就是比较偏远地方的民众。同时呢，我们也这个优化了这个公车的离峰时段的服务，就用9人座的休旅车来取代大型的公车。同时，我们现在台南市已经有95部电动公车了那大大降低了公车的排放黑烟，以及对于空气品质的维护也大大增加。那所以说，一步一步、方方面面来提升公共运输的服务品质，也希望市民朋友们能够踊跃搭乘，能够让许多公车真正服务到你的行的便利，也服务到你的心坎里。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6月25号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天气热，加上搁落雨，造成网虫生了真紧。台南市政府上午特别前往去年出现第一个天狗日的发生地点仁德区，召开记者会。
市长黄伟哲佮亲身示范室外化学防治作业，希望会当唤起民众防治天高热的警觉心，开始做好顺道清路的防疫重点。虽然目前台南也无天高热本土案例传出，不过有几个里的病媒网指数已经相当的悬，加上邻近的县市嘛已经有根据现象发生。台南市政府提前做预防，特别展望去年爆发第一个疫情的林德区宣导，呼吁大家千万要留意警醒。市长王伟哲更亲自敲定喷药啊，呼吁市民大众要提高警觉。去年的台南市的第一例，2023年的第一例本土登革热是6月12日发生。那我们现在已经6月25日，我们并没有本土登革热疫情发生，但是病媒蚊指数已经升高到非常高的哈，所以我们布置在全台南市去年的好发区域的这个溜卵桶，那个里面的虫卵跟孑孓的数量都相当高，再加上连日大雨，所以说让大家对于今年的疫情也不敢乐观，尤其是在南美洲的巴西以及东南亚各国的疫情都相当严峻。以巴西来讲，已经突破304万病例，弄到最后巴西政府都放弃统计了，因为已经太多人了。那所以说我们要特别的注意。那所以说今年我们也全面的实施去年实施1次的大规模喷药今年是2次就是在大雨过后，那我们做户外防治。那希望说疫情不要发生。那由于市民的提高警觉，以及市府同仁，包括环保局、卫生局，还有里长、区长他们的努力，那希望能够在第一时间就能抑制疫情的发生。根据台南市天高热防治中心幼软桶监测数据显示，台南市目前伫南区明德里、成功里、林德区的林和里、安南区的公园里、甲城中里，拢是高风险区。因此，只有透过室外预防性化学防治，进行超前部署的风险控制，也呼吁当地居民、社区防疫职工以及全体市民，做伙来对抗轻度助生源，才当防止天高热疫情。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为了强化消防救援的装备，台南市政府今年购买10台消防车，总共有10个消防分队会当汰换老旧的消防车。在永华市政中心举行的启动仪式，10台消防主力车同时喷水，场面非常壮观。为保障市民大众生命财产安全，台南市积极编列预算，并积极争取中央专案补助以及民间的捐赠，加速汰换15吨以上的老旧消防车。而这次要来启用的消防车，分别有小型的水箱车2台、水库消防车1台，以及水箱消防车7台。这消防救援利器将会分发到咱市在的消防分队来服务。台南市消防局所添购的新的10台消防车的这个启用，那总共有7台这个水箱车，2台小型的水箱车，以及1台大型的水库车。那这些都将直接投入我们各个大队来负起维护市民财产、生命安全的这个责任。那尤其大家知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那这些水箱车、水库车都可以马上形成即战力。那我们消防弟兄的训练也会同步的加强，不管包括新形态的各式的，包括锂电池的这种火灾，也包括其他的无人器材，包括履带车、履带水炮车、水务车的这些操作都会让消防弟兄姐妹更加精进。消防局说明，新采购的消防车底盘增加多项安全的行控系统，并搭配行车视野辅助、盲区警示、车身反光标识等行车警告装置，提升行车安全，并依照使用单位需求，将各项随车配备做了升级，让人民团体抢救作业更加提升安全性和可靠性。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
为了让大家认识140年前清朝甲法国的战争，也就是台湾人所讲的西亚反。台湾历史博物馆25号开始，特别规划一场展览，除了展出重要的文物以外，嘛要邀请观众为义勇军、法国军官以及伫台湾的外国人等等的角度，来了解当时勇敢守护家园的小人物，以及生命来走阵的传说。1884年，也就是140年前，法国为了逼清朝势力退出越南，发动对台湾、家人、淡水等等的攻击。这段清法战争，就是台湾人口中的西亚反。台湾历史博物馆为了让大家了解这段历史，25号开始特别推出展览，当中除了有万年青的模型船，有1870年代法国籍灯枪。以及法国军官所翕的这相片、甲地图、手稿等重要文物，相当珍贵。开幕式当中，嘛特别邀请西电社布袋戏团演出好尾啊火弹，来描写当时在地人如何团结保家卫国的故事。借此邀请大家做回来看展览。台湾的民众对于这个西亚反的真侪印象，而且就是法军来到台湾了，所留来真珍贵的一寡影片写真的资料、摄影的资料，这是希望讲会当提供大家一个新的角度，会当了解150年前的这个真重要的战争对台湾为地方的民众所产生的一种真重要的一寡影响，而且嘛对今仔日咱台湾的这个处境一寡新的反省。这段西亚反的战争过后到今日，伫家人淡水等庙宇当中，又会当看到高指德、壁画装饰以及匾仔等文物的记录，也是描写生命来走阵的传说。这个地方曾经有，就是法军他攻打到狮球岭的时候，就土地公迷昏法军的一个传说。那这个庙宇的主事就是这边还没有陈鸿熙先生，他就决定聘请这个交趾陶的师傅叫林光义师傅来帮忙去把这个传说把它刻画出来，并且放在这个他的庙宇里面。台湾历史博物馆面对西亚反这段历史，嘛探讨台湾甲法国对这场战争无同的记忆方式。该展览将一直到明年2月9号。台南新闻郭文吉采访报道。台南市中小学为后礼拜开始放暑假，为了帮助弱势学童，幼儿园林美燕结合民间善心团体，共同合办的寒暑假弱势学童免费营养午餐资助计划，将于7月1号开始提供午餐予南区甲安平区，总共18间各中小420位学生。幼儿园林美燕联合爱心团体合办的寒暑假弱势学童免费营养午餐的资助计划，今年已经迈入第10档，10年来照顾的人数不断来提升。今年比往年大约增加100人，预估经费大约需要120万。你长期关注的康黄金慈善爱心协会理事长康志胜，伫活动记者会召开进前，嘛突然间传出心肌梗塞。和在场所有人拢相当的唔甘。每个所学校有好几个长期都是接受到康环清，尤其是康理事长的照顾，包括我们今天也是要来开一个，就是针对今年度的暑假营养午餐。我们开记者会，我刚刚接到消息。我们康理事长在他的会馆心肌梗塞，人走了，还有副会长。今年大概有420位学生将会在暑假的时候，每天礼拜1到礼拜5会分4个点，包括洗漱湾里，包括国民路。包括我们安平区，包括盐城，这我们会分4个点来做处理。其实康理事长真的是我们背后很大的一个支柱。
真的是我们每次已经进入10年了啦。那每次他真的是在那里短毕后面的一个金主，然后也照顾我们很多学校夜天使我相信校长都知道。那其实我们妇女联合会一直跟我们康理事长康黄金这边有非常久的一个合作，包括我们的进步学业进步奖，那还有我们的营养午餐今年已经进入第10年了。刚刚还跟庄委在说，10年真的一个非常久了然后也大家真的是用心良苦。这届受辅助的对象包括南区甲安平区的国中小，以及南宁高中19间学校，总共420名受惠。同工出席的包括台南市妇女联合会、中华九子主神会、英美赛主会、国际同济会、甲康黄金主神爱心协会等，拢大力来提供赞助。虽然今年受辅助的对象实在太多，嘛希望各界会用踊跃来响应。台南新闻林跟采访报道。中央新闻在基隆，中嘉新闻在台北，中嘉新闻在新北，中嘉新闻在桃园，中嘉新闻在台南，中嘉新闻在高雄，忠实呈现最佳新闻。每周六下午1点，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嘉新闻周报，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最有人情味的报道。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嘉新闻周报。劳动部分甲南分署日前举办为期2天的就业博览会，邀请70间厂商提供超过3700个工作机会，而且拍破一般求职民众认为中南部只有传统产业的印象。这个包括台积电等科技甲创新产业拢进驻，希望增加民众找头路的意愿。劳动部伫分嘉南上大场的就业博览会，6月22、23两天设伫新港3月台南中山店。第一天就客满济济找头路，也是希望换头路民众。因为这摆总共有70间厂商，超过3700个工作机会，不止8成以上是分嘉南的职缺，更有将近9成强调无经验嘛愿意培训的工作。加上台积电等半导体以及生物科技、资讯安全等创新产业拢进驻，增加民众求职的意愿。发现现场有蛮多的科技业厂商对我们求职者的帮助很大我们就可以直接锁定我们要的那个厂商来做投递应征。那我觉得这个也会提高我们被录取的机会。今年的摊位的家数非常多，而且有科技业啊、服务业啊、一些传产都有。然后所以说包罗万象，而且薪水待遇也都很不错。所以我觉得来这边找工作应该可以找到我自己想要的工作。规模同工包括劳动部政务处长王安邦、副局长叶泽山、劳动部发展署副署长钟进基等贵宾，拢共同主持开幕仪式，这会为找头路的民众加油打气。2024台湾就业通云嘉南区就业博览会正式开始，请启动。就是在职场，无论在工作条件，甚至在职业安全卫生，甚至小朋友对职涯的发展，对于职业领域的理解，我们都希望未来在就业博览会可以呈现。也就是说，从0到100岁，你不仅仅是你要找工作，你可以来；你想要认识职场，你也可以来。就像我们今天有一个黄金金店面，它会让民众更了解职场的现场的样态。改善工作环境的一些条件，让更多的朋友们可以投入到升级的所谓的传产的一个所谓的领域当中。所以我想我们面面都需要去考虑到，这是对于我们寻求这个工作的朋友们非常好的一个机会。现场除了精彩活动，也规划产业展示区，也就是邀请这特色厂商伫现场实作，希望打造产业景点面来吸引民众眼光。让新闻军集采访报道。唔知观众朋友伫咧读国中或者是高中的时阵，敢有互你上介怀念的便当店？高雄三民区有一间老牌便当店。可能就是真侪学生的回忆，
因为这间店的便当不止介绍俗，用料也实在拍手，但即马却传出可能要结束营业的消息，让真侪人患到好滋味可能会失传。一块块香喷喷的肉放进便当盒，隔着荧幕仿佛就能闻到香气。这间便当店是许多高雄人在国高中时期的午餐回忆。这一箱箱便当都已经准备好，要送往各个学校喂饱学生的胃。附近的民众也都会来到这里，用铜板价购买收购短袜的优质便当。吃蛮久的嘞，还不错，还不错，便宜，很实在啦，很实在啦，真的很棒了。饿了就想它，想到它。为什么？因为它味道很好吃吗？很好吃，很好吃。好吃又便宜呀，哎呀。但这样的好味道却传出可能即将消失。这间便当店的老板因为年迈，打算把便当店收掉，许多人都相当不舍，可能再也吃不到回忆中便宜又美味的好滋味。就是不晓得要吃什么啊，又要重新找了啊，那就很可惜啊。希望第二代再继续。因为老板已经将近70岁了，想说给他们一个快乐的退休生活。那我们儿女呢，其实有我们各自的事业啊，所以也期待父母有他们自己退休快乐的生活。目前大概以15家高中职，最支持我们当初就是雄工哦，然后是现在的树德、中山工商、高雄中学，然后雄商、大荣中学等等，还有很多间，很多被我们养大的学生，都大概70、80年代的学生哦，他们都赶快回来买，因为他们也怕老板他们换了口味，永远吃不到他们的回忆了，所以最主要是买个回忆。已经在高雄飘香超过半世纪的老牌便当店，是许多高雄人相当喜爱的好味道。若真的因为老板退休，好滋味就此失传，也会相当可惜。不过幸好有人决定跳出来接下这个传统好口味，让便当店的精神能够延续。其实就是学生时期大家都吃的便当，大家熟悉的味道，觉得说他突然说要熄灯，就觉得这真的很可惜。所以说就毅然决定就是把它传承下去，让这个东西。让这个便当店继续，大家都在地人都吃得到这样。当然就是原封不动，包括那个老板的他们的技术啊，他们的味道都一样，都一直留着。对，大家的回忆不会不见，价钱不会变，那品质更不用说了，我们没有退路，我们只能做得更好。未来的经营人承诺，将会把这个对高雄人来说相当重要的便当店传承下去，不让好滋味遭逼，延续新鲜、美味又营养的精神。记者朱金伟、周福清高雄报道。高雄有长达95公里的海岸线，甲邻近市区的爱河，伫过去是民众假日时钓鱼的好所在，这嘛成为高雄市民独有的权利甲特殊的风景。高雄市员简焕忠就建议市府先立海钓示范区，甲开放部分的爱河，让民众来钓鱼不止善用海河资源，也让民众加一项休闲活动。高雄有丰富的海岸资源，适合垂钓。长达95公里的海岸线，却仅有5座民间海钓场。高雄市议员简焕宗就建议市府可成立海钓示范区，让民众亲近海岸，拥有更多元丰富的休闲活动。大概几乎每个月都有民众会来跟我澄清，就是有关于钓鱼这个问题。好，他们就觉得高雄有丰富的那个滨临海岸线，有丰富的一个垂钓的场域，他们都觉得没有妥善去做管理嘛，所以大概这个会期我就是要求市政府，第一个是检讨整个海钓专区啦，那是不是可以像台中一样，然后成立第二个整个海钓的一个示范区。而高雄市在2010年前，爱河在九如至志平桥的流域是开放可以垂钓的。2014年，爱河自治条例上路后，明令禁止垂钓，钓鱼景色不再，但仍有民众希望能在爱河钓鱼。简焕宗则建议市府可采部分区域开放的方法，多元利用爱河河川优势。愿景桥也盖好了，那现在九如桥也拆掉要重盖，那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好好的去检视一下，做一些让市民朋友可以更亲近爱河的一个活动场域啦，因为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了整个旁边的步道其实都是高于河面的，就是我们在河旁边散步虽然很有气氛，可是我是比较期待就是说高雄有这样子一个比较跟其他县市不一样的地方，那是不是不管是海域也好或河域也好，可以
让大家可以更亲近海，可以更亲近河。过去曾发生钓客在河岸随意弃置垃圾或争执钓位等麻烦事。议员说明，随着时代转变，公共环境意识抬头，情况会有所不同，是否也可加以规范来做改善？记者李佳楼、吴佩珊高雄报道。感谢你收看6月25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